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7月29日 AM 新闻，我是嘉豪。今我先节目时代头先就来报天灾。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。国内伫今仔日有16个本土病例，2个带病入境。来讲到各县市开始化工疫苗无够用的问题，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讲，目前疫苗的注射率有到30.97%，伫未影响到民众的权益之下，已经要求地方政府就要照顺位来甲民众注疫苗。好，我们各位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国内新增加18例确诊的病例，16例是本土病例，还有2例是带病入境的。个案的分布以新北市7例上侪，过来是台北市5例，高雄市2例，桃园甲嘉义是1例，而且无增加死亡的个案。16例里面现在有2例哈，它的关联还不明哈。那整体的疫情还是朝向可以控制的方向。第4批医药注疫苗到29中昼12点结束。完成医药的人数有1034933个人，不过未少地方政府化工疫苗的供应无够，也有县市已经宣布注疫苗的暂时冻点。亲像新北市决定8月初1至初4暂停注射，苗栗县、云林县7月31到8月初4暂停注射，也那屏东县是调整部分注射的时间。可能中央对于疫苗的进口进到国内来要很清清楚楚的掌握，或许你不能事先告诉国人，我想国人绝对可以理解，可你心里面一定要清清楚楚的掌握，因为我们现阶段有好几类型的人在等待施打，包括有第1剂跟第2剂的问题。7月30到8月3号这一段，那我们一定会按照既定的计划来接种。那8月4号到6号，我们地方这个已经到8月4号就没有相关的疫苗可以来云支哈。所以我想全数还是需要中央把疫苗拨下来。这个平台哈，尽量想要规律哈，但是恐怕都做不到了。哈，最主要是因为供应的量并不掌握在我们的手上。陈时中表示，有一寡县市因应相关的需求，先甲一寡本来就有疫苗册的人注射，造成无法度配合民众医药注射的数量。考虑若公布疫苗的数量，会造成地方政府注射的困扰，所以未来暂时无要公布县市剩的疫苗的数量。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，目前疫苗的注射率是30.97%，也若第5批医药登记的对象，按算后礼拜1会公布。若是 AZ 疫苗数量无够，第5批可能会开放注莫德纳。另外，为了避免莫德纳的数量真恶估算，64岁至75岁的人，第2档要是爱伫医药平台来医药登记注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新北市伫今仔日有增加7个本土病例，其中6个拢是隔离期间转做阳性的。那讲到台北市的部分，今仔日也有5例，其中4例是甲树林的宗教机构有牵连。另外，台北市长郭文哲也讲，可能放零餐厅的规定，上紧伫后礼拜2就来开放店内用餐的部分。那新北市的部分是讲爱看情势来做决定，上紧伫后礼拜1会来公布。疫情转好，29台北市新增加5例本土个案，市政府证实拢毋是无明显感染源，除了1个是 HIV 案例以外，其他4个是树林宗教机构群聚感染案。这内底确诊的人当中，有5个人已经注过疫苗，症头拢无严重。6个人感染了哈，那当然第一个是因为有人有症状被送去医院，确诊以后再倒过来把整个机构里面全部做一次PCR，又再找出其他5个。只要台北市每天确诊人数10例以下不明感染源比2例较少，台北市研究放宽店内用，但伊计经室内50人，室外上侪100人，若做人数超过，爱伫3天前向卫生局报备。用餐以个人餐为主，若做人客也是员工确诊，必须爱停业3天，恢复营业了后，爱搁暂停店内用11天，一定上紧后礼拜2开放。就算要让你开放我们会在3天前先讲，但是有可能在前1天。说不要再不准内用。新北市29新增加7例本土个案，6例居家隔离阴转阳，敢若1例是新增加确诊，这是住伫板桥的确诊者。捌去过台北市的旅馆感染源爱搁查，若是针对3重埔联医传出无医药对当注疫苗，副市长刘浩然是讲，283重埔联医注射对象拢是50岁以上，符合中央的规范，注射时阵拢有过健保卡。除了网络医药以外，也有部分民众是靠邻里长到3天当场做册注射。这批施打者就是可以施打的人，只是他不会应用相关的系统，他的疫苗的配送量本来就涵盖在里面。那如果是诊所、医疗院所有这样的情况，我们会了解过后是情节轻重，
最重我们会取消他的施打资格。进前为中培组第一期疫苗的时阵，是用网络甲人力场做册两项做阵做。第二期是毋是原来共款延续第一期的模式？老伙人是讲，中央资讯应该爱明确，安怎连接嘛爱讲清楚，也强调新北市绝对坚守3原则，绝对袂做无符合规定的对象，注射会过健保卡，注射天数会完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讲到这个西南风已经开始影响到咱的台湾，南部地区早起开始雨是一阵一阵啊来。气象局也预测讲，拜六礼拜这2天，西南风的强度会达到西南气流的级数，而且全台湾的天气是袂稳定，中南部可能会落雨落到后礼拜，也着爱注意这大水雨所造成灾情。台南市安平落雷公雨，雨敢若用倒的，雨市区熊熊积水，下晡累积雨量已经超过90毫米。今年只要每次下大雨，都会发生这种状况，这样子。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影响，南部地区透早就天气无稳定，高雄、屏东地区雨上介明显。气象局观测，刷来大雨会阁刷入来到陆地，西南风强度会渐渐增强到西南气流的顶级，爱严防大水雨。周末这2天呢，要比较留意的就是，本来位于在巴士海峡这一带的比较强的西南风，会逐渐的向北扩展到台湾上空。而且西南风的强度也会来到西南气流的等级，受到西南气流带来更为充沛的水汽，所以天气是更为不稳定的。落雨区甲雨量拢会明显增加。目前太平洋高压较偏北，菲律宾东方的低压带明显发展，台湾是伫大低压的变动区，所以后礼拜中南部地区的天气会一直拢无稳定。我们也可以看到7月31号开始，整个低压带的影响会逐渐明朗。到了8月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，基本上是影响最显著的一个时间点。5号、6号之后呢，降雨的一个强度有稍微减弱，不过基本上都还是在整个低压带的影响范围当中。一直到8月7日后礼拜5，中南部拢是高雨的所在。专家特别呼吁住伫较低所在的民众，一定爱准备好沙包防灾。地方政府都爱先盘点抽水机这防灾设施，另外疫苗注射站嘛爱注意到警方雷公细钠甲饮水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讲到中国南京的禄口国际机场有疫情爆出来，目前已经拖到7个线路，所有真侪确诊者毋捌去过南京，煞拢去过乌南的张家界佚佗，而且伫7月之前，拢有伫遐看同一场大型表演。乌南当地政府也随发出紧急公告，禁止剧场来演出，袂当1礼拜爱来禁止。到乌兰张家界魅力上西剧场是已经爱看表演，不过即马要暂停演出1礼拜，因为有4名观众确诊新冠肺炎。不过其他景点亲像天文山、甲大峡谷无停止营运。他有可能是在回去的过程中才会感染到，然后在这边的话是没有感染到的。而且我们昨天我们全公司人员已经做了这个核酸检测，是阴性的，所以说是安全的。当地政府2赶紧发出公告，7月之前暗时要去现场看表演的观众，属于高风险人群，要求马上配合集中隔离加核酸检测。有名景点爆发染疫风险，影响真侪城市，四川成都、重庆、江苏淮安、辽宁大连、甲北京等地，拢连续出现同款旅游史的病例。7月27日21时至7月28日18时，我市新增报告5例本土确诊病例，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，其中5人为湖南张家界市来返农人员，1人为关联病例。这疫情上岛省伫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爆发，拖到7省10外都市，不过对总真侪名确诊者行踪无去过南京，反倒拢去过张家界旅游。南京疫情也真紧张。截止7月28日24时，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71例，将江宁区路口街道全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。中国专家张文宏认为，南京疫情会互中国经受压力测试，为未来防疫提供更较侪思考，确保疫情的恶化或者是得到控制。未来1到2礼拜是重要关键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美国的辉瑞药厂表示讲，爱注到第3档疫苗会当增加伊的保护力。另外，美国政府也要求讲，公家机关的人员拢爱注疫苗。科技产业也对咧要求，亲像 Facebook、Google 拢要求员工就要注过疫苗才会当入去公司。那讲到关疫苗的部分，英国是宣布讲，要搁再关出900万档的疫苗出来。
美国辉瑞药厂研究证实，对家族第三剂会当提升保护力。23个受测试当中，年纪18至55岁人，伫注完第三剂了后，保护力比注2剂的时阵悬出5倍。对65至85岁民众，保护的效力是超过11倍。虽然研究还未正式发表，不过药厂也讲，因上紧伫8月要向 FDA 申请紧急使用授权。对着 Delta 疫情探归美国，国内染疫人数汹汹增加，政府嘛开始要求公家机关的员工必须要注疫苗。即马连面册甲 Google 这科技公司也伫最近宣布，任何人要入去公司上班，拢必须完成疫苗注射，会先伫美国地区开始实施，一步一步推广到其他所在。We know on current trajectory that the world would only be adequately vaccinated by 2024 at the end. 疫苗分配不平均，惊讲疫情会影响散车国家真济。对这个代志，英国政府宣布，这个月30要捐出900万剂疫苗到大英国协成员国、甲亚洲疫情严重的国家，预定到明年中前会捐出1亿剂，其中8成会直接予 COVAX。Those who do not want it, for all I care, you can die anytime. 一向讲话真使人意外，菲律宾总统杜特地进前伫公开电视演讲里警告百姓，若做无愿意注疫苗，就必须踮伫厝内不准出门，无正要动用警力。不过事实上，目前菲律宾国内疫苗状况欠缺，一寡人想要注，毋过注无。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。有人是语文会友，伫咧奥运当中，咱会当看到用体育比赛来交朋友。伫即届奥运当中，菲律宾的选手海蒂也摕到亚教练的金牌，是菲律宾有史以来头一块亚教练的金牌。海蒂也讲，伊2年前捌来到高雄训练过，伊上届怀念的台湾饮料就是珍珠奶茶，而且甲台湾的教练选手感情拢真好，伫台湾的即寡好朋友也拢替伊欢喜。摕到金牌，人笑眯眯，甲代表谢中庭台湾的教练翕相，伊就是即摆奥运女子亚当55公斤级冠军的菲律宾选手海蒂。这个金牌，高雄高山高中亚当队嘛真欢喜，因为海蒂捌伫2019年2摆来学校训练，差不多3个多月的时间，伊就逐工甲学生做伙训练。他训练认真，然后有时候。他看到我们做动作做得不好的时候，他也会指导一下。她就是一个活泼开朗、阳光的女孩，就是跟我们相处起来就是像好朋友这样在相处。其实海蒂来高雄进前，就捌摕过奥运银牌，嘛是菲律宾的运动名称。不过亚当队学生拢感觉海蒂就亲像厝边的阿姊，歇困日嘛会带伊做伙去爬山，食好食的，大家感情袂歹。伊即道伫东京奥运比赛时，咱所有囡仔拢伫电视、伫个实况转播进前遐，加油，伊摕到金牌时，多侪囡仔拢跳起来，替伊足欢喜的。校长讲，当初海蒂是因为遮环境甲设备好，来学校专心训练。伊认真拍拼的精神是学生学习的对象。看到遮尔侪前辈的表现，学生心中嘛有拍拼的目标。记者邓嘉文、罗维做高雄报道。白白拢是世界第1名，不过摕到奥运金牌选手，伊的金马档有较重哦。高雄着机关总接顺的时阵，建议市政府着爱甲摕到奥运奖金，增加到金牌是150万，摕到金牌80万，摕到铜牌是发予伊60万。市长陈其迈是当场答应，不过基层的教监却认为讲，也是爱对选手的福利变头来开始改善。这是高雄高山高中亚教练的选手，逐工拼命练习，希望代表台湾出国比赛。即摆东京奥运有机关伫市政总集巡时点出，高雄主题有戴志颖、庄智嫣、吴佳颖、高典宏、江念欣、黄树峰等人，更持获将奥运奖金加到金牌150万、银牌80万、铜牌60万。市长陈其迈是马上同意，能够给予更多的这个照顾，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有基层教练认为，顶尖选手养成至少10年，奥运大牌才有翻倍奖金，对共款伫国际赛事训练却无缘大牌选手，好亲像无甲他公平。不论是学业方面呢，还是他的就业方面，我们怎么去做一个辅导，才是一个重点。希望说市府多关照基层下面的选手，因为我们现在出去比赛的参旅费，目前住宿才500。吃才210，08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是隔了13年，因为东京
棒垒才有进，是说在其他的杯赛里面奖金提高，那当然对每个运动项目来讲，其实相对比较好。市府为奥运大牌选手加奖金，各手加教练大部分拢认同，不过建议还是要为比赛津贴补助、就业转职来做，才能真正让选手无后顾之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人讲读册，千万唔通读死册。今仔日是大学指考的第2天，主要是考主要的科目。考中文考的时阵，要甲电视剧、天桥顶的魔术师变做是题目，会当讲这题目是真活，袂死顶顶。另外，英语的作文是考国家的商机政策。上尾一届指考进行到第2天，考国文、英文、数学，嘛是分区市场上侪考生的一天。学生提早去磅体温，就是家里写一些题目之类的，对啊，就今天就尽人事听天命吧，我觉得。明年指考会改做分科测验，今年的指考安怎出题嘛受到大家关心。全国高中教育产业工会分析，今年数学伊的困难度是重啊，学生是较好发挥。若国文科有考到作家吴明义的小说，天桥顶的魔术师改编做电视剧的题目。若上尾一个题组，嘛显示明年新课纲考题的方向。做一个末代试题的终结，然后要承接新课纲学测的一个命题的方向，这是非常大胆的。那明年开始就没有指考了，那就会改成学测跟分科测验，只有学测会考国文、英文，分科测验就不考国文、英文了。多阅读小说、短篇的小说都有助于你在提升自己阅读上的理解。在英文科，嘛有考到学生对自然、科学、甲气候变迁活头的理解。中英的题目是谈到了气候变化是新的常态。那英文作文就如同刚刚说的就谈到了这个双语教学的趋势等等。国家推动双语政策，嘛加入英文作文的考题，学生都要写出家己的看法。若高中的老师认为讲，英文科整体来讲，题目是真多元，困难度嘛重啊，作文是真有挑战性。嘛是提分数的关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目前咱台湾已经有14000多台的电动轿车，照即摆的规定，新起的建筑物拢爱留电动车的充电设备甲空间。在电动车的民众表示讲，因捌提出这个充电设备的需求来予管委会，不过管委会却拢来甲因拒绝。接起充电口替电动车充电，英国、法国等等国家暗算伫未来停止卖汽油车、电动车加做新的议题。虽然营建署讲，即马对新的建筑有要求，爱留充电设备的空间，不过台湾有侪电动车主讲，要伫家己的停车位设充电站是真困难，因为社区管委会定否决设立充电站的要求。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恐惧，他觉得是安装的这个等于是像装一台冷气的这个。拉这个电源，它就会破坏整个大楼结构，甚至是会造成整个火灾。林管局讲，即马当咧收集民众替电动车充电的时阵，定拄到的问题，要制作一本手册来互大家参考，降低疑虑。台电嘛讲，过去社区设立充电站，常常拢是各车主家己为电表扭线到车位。即马有推出一套新的建议做法，互车主甲管委会参考。来申请专设一户，那整体规划电缆线架，日后车主有需要的话，就从这个线架就近拉线到自己的车位。但是社区管委会也是社区区分所有人会议，拢常常否决设置私人充电站的问题，伫公听会也是无得到解决。立法委员陈昭华表示，如果需要函请行政院消保会另外召开会议，进行法规的了解甲讨论，解决车主的需求。记者郭伯君、郑派文台北报道。疫情互国内的艺文产业造成严重冲击。虽然讲目前表演场地会当带条件开放，不过人数爱限制，会影响到民众意愿，也影响到剧团收入。文化部就和国家表演艺术中心也有两厅院合作，推出艺放线顶舞台计划，用线顶卖票的方式来做演出，增加一项通路。国内防疫警戒降2级，展演场所带条件开放。不过，面对疫情多变，文化部2号宣布，参国家表演艺术中心、国家两厅院合作，推出艺放线顶舞台计划，希望扩展对接线顶展演的经验。面对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呢，逐渐把我们的表演的形式跟那个艺文活动的形式呢，走向数位化走向线上化呢，走向虚实整合
李英德表示，艺防线顶舞台是国内线顶卖票演出真重要的实验计划。有9个团体做示范演出，为8月初7开始就有演出，让观众无同的舞台体验。我要跟镜头的导播，然后重新直播专用的一些表现的一些语汇，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，呈现在观众朋友的这个家里面的电脑、电视这样的一个线上媒体里。艺防线顶舞台计划除了第1阶段的示范演出，第2阶段是公开定价。为现在开始到8月2日受理线顶申请，入选作品会有40至150万的补助。详细申请办法会当伫国家两厅院的网站查询。记者杨淑晴采访报道。导演蔡明亮的底片《良夜不能留》和导演的《精明红》电影最强拢入围威尼斯影展的单元。另外，美国纽约亚洲电影节也录出台湾电影入选，其中郭晶年导演所翕的《无声》，阁互主办单位经做是海报主视觉，有影是啥人目？运用丰富的色彩，和日常生活的万物拢有生命。这出描写人类甲环境面临的困境3D 动画片，由智妍导演的《废弃之城》，确定入选美国纽约亚洲电影节。入选的也有一出。教育是一门关于的职业。描写听无的弱势者去防草大的真实故事，是2020年郭晶年导演拍的《无声》。那入选就能电影的这张相片，也互电影节经做是海报的主视觉，反映后疫情时代复出的感受。我觉得这个电影真的能够去到了美国，让美洲那边的人更多人可以看到，然后包括当地的华人可能也期待很久了，我觉得这都是一件好事。咱台湾的爱情电影《腿》，也有颠覆Shakespeare 经典戏剧《皆大欢喜》等等6出电影拢有入选，还有包括香港、日本、韩国等等计共60多出的影片，是电影节规模有史以来上大的。拍算8月初6开始，伫咧纽约实体电影院甲线顶播送。台湾的创作者选择的题材非常多，都跟世界共感。年轻世代的创意工作者，他们在类型上跟议题上的结合，已经非常的纯熟，逐步的打开国际的能见度。也有最近咱的导演蔡明亮拍的《良夜袂当留》，甲导演曾明宏所拍的《最强》，拢有入围 Venice 影展单元。最近台湾的体育表现唔那出色，就连影视作品也受国际肯定。记者阿敏真林学凯台北报道。前总统李登辉过身了后，特别对年啊，李登辉基金会参不来民间团体今仔日做会出面，和政府就要设一个国家级的李登辉纪念图书馆。另外，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想要来台湾，甲李登辉祭拜。李登辉的查某囝李安妮也讲，这是一件好代志。不过因为疫情关系，无一定爱伫咧30个即天来。讲到老爸不时后甜，前总统李登辉过身就要对年，伊的查某囝嘛是李登辉基金会董事长的李安妮，即届特别出面呼吁政府应该共同推动国家级的李登辉图书馆，嘛希望地点伫七九路台大的古法学院。我们也了解政府对这件事情是正面的哦，那只是希望多听家属的意见哦，那也多听各方的意见。那我想今天。大概有一个跨出一小步了。明天我上山，我就会跟爸爸做个报告。与会台大总部长嘛表示，校方保持正面态度，不过因为牵涉高职等等问题，要甲政府相关单位讨论。与会立委嘛指出，已经有人提案修法，会尽力协助。另外，甲李登辉有真深交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，嘛伫日本产经新闻访问时表示，只要情形稳准，真想要来台湾第一。我相信这是一个好事，我们还在努力当中哦。那我想就是要去五指山，也不一定要在7月30号的这一天哦。就是任何的时间，事实上也是都可以的。李安妮表示，安倍甲家己的老爸感情就亲像爸仔囝，所以嘛，趣味啊表示，因可能会伫梦中来沟通找时间。针对安倍的言论，外交部嘛强调，台湾甲日本互相是珍贵的朋友，若来访问，会全力提供协助。记者伫甲文条随台北报道。
讲到今年的春天比较较无雨水，电到雨笔的品质更较好，而且产量也比去年更较济，咱也赶紧做伙来去评判一下。拍开翅膀的箱啊，检查香味的情况。伫家己翅膀超过70天的淡水通过，家己管总算有香味的评价，会当互人知影在地国产味。足侪人唔知会当倒位会当买到好味啦，所以咱透过这个平台了后，大家咱一寡消费者就较会来找咱安尼。高雄顶的咱在农会会配合集齐之下，让这个蜂蜜呢，让我们的所有台湾的乡亲呢，在购买跟选择的便利上呢，会增加我们蜂农的这个销售业绩。家己管目前的蜂农有103户，有登记的蜂箱啊有1800箱左右，而且有愈来愈侪的趋势。为了鼓励蜂农提升蜂蜜的生产，县政府甲县农会举办第1届蜂蜜评价。我们县政府这边能够帮我们这样推广我们优质的龙眼蜜，这样对我们蜂农当然是帮助会非常大。今年的蜂蜜数量，然后品质都很好，然后产量也有所增加。这样，县农会表示，今年林景甲奶基的花因为无雨水开了真好，嘛，蜂蜜的品质产量比过去更加好。透过专业评鉴甲未来的推广，希望会当倒牵起翅膀产业的发展。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。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，做伙来看预报，你就知。北部地区对27度到35度，中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，南部地区对26度到31度。东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。再来看外岛地区，对27度到34度。也有未来3天气象。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，我是嘉豪，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。